嗨，大家好，今日講嘅係星岸資料嘅第24個視頻，介紹演員葉倩文生辰資料，可以喺維基百科下載。星盤中有個特別性格，日月拱田宅擁有日月拱田宅命主，會喺投資方面、田宅或者版權上努力發展。葉倩文嘅生涯係港樂黃金時代嘅縮影，佢見證咗粵語歌由興盛到轉型嘅歷程，以瀟灑走一回等作品刻錄時代情緒，更以與林子祥嘅合唱舞台成為跨世代嘅記憶符號。而佢情感故仔喺當年嘅禁忌之戀到而家嘅雙手傳奇，就證明時間可以磨平爭議，都可以印證真誠。正如選擇中唱到嘅，風起嘅日子笑睇落花，雪舞的時節舉杯向月。葉倩文早年喺台灣出道，後輾轉至香港發展。1984年憑藉與林子祥合唱嘅《重逢》成為香港新星，後續選擇等曲目更衝上電台榜首，成功打開知名度。1980年代至1990年代，葉倩文迎來事業黃金期，佢以獨特嗓音與多元音樂風格橫掃各類獎，代表作數量頗豐且風格各異，祝福、焚心以火等曲目覆蓋抒情、古裝影視主題曲等多個領域，其中瀟灑走一回、巧妙西融合國風韻味與流行節奏，不得長時間蟬聯銷量榜，更加成為傳唱到而家嘅時代金曲，深刻印刻下港樂黃金時代星記憶。轟動嘅兩師徒戀。1992年香港10大勁歌金曲頒獎禮現場，手握獎杯嘅葉文目光堅定地望向台下已有家室嘅林子祥，公開告白我都係咁愛你。呢番說話如炸彈般轟動成娛樂圈，當時媒體陸續影到葉倩文與林子祥私下拍拖嘅相，兩師徒情越界傳聞鋪天蓋地，葉文一度俾外界貼埋第三者標籤，低調成婚與歲月相守。1996年，葉倩文與林子祥喺加拿大溫哥華低調成婚，婚禮冇盛大儀式，僅有幾位親友到場見證。結婚之後，兩個人嘅感情喺歲月中不斷沈澱。2003年，林子祥喺演唱會中意外墮台，導致二骨碎裂，葉倩文即刻推開所有嘢，專心湊老公長達3個月，並坦言嗰件事俾我重新思考人生嘅優先級。星岸將每個喺 YouTube、Facebook 同 Threads 更新，歡迎有興趣嘅朋友觀看。視頻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嘅收看。